2025年12月30日，伊朗，習近平擔心嘅，終於出現。大家好，我係易經人。伊朗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，德黑蘭同其他大城市發生大規模抗議，正處於極度混亂嘅狀態。12月28日星期日，導火線，貨幣崩潰，伊朗里亞爾對美元匯率瘋狂跌到145萬對一。德黑蘭市中心兩大電子產品商場 Al-Aden 同 Trasu 嘅商販率先罷市抗議，因為匯率變動太快，根本無法定價，被迫停業。12月29日，抗議潮蔓延至德黑蘭最具影響力嘅 Grand Bazaar。由於商人階層喺1979年革命時曾經起過關鍵作用，佢哋罷工對現政權造成極大壓力。德黑蘭嘅沙迪地鐵站，有示威者開始高喊針對哈梅內伊嘅口號。今年係流血之年，哈梅內伊將會被推翻，國王萬歲，巴列維將會回歸等口號。伊朗安全部隊喺德黑蘭市中心施放催淚彈，防暴警察同群眾發生衝突。面對經濟失控，總統佩澤希齊揚接受咗央行行長法爾津嘅辭職，並即時任命前經濟部長黑馬提接任，試圖平息民憤。12月30日，最新消息，罷工同抗議行動今日預計會進一步蔓延到設拉子、馬什哈德等主要城市。呢場危機嘅深層原因，除咗長期制裁，亦同今年6月伊朗同以色列爆發軍事衝突有關。今次衝突導致伊朗石油出口同核設施受損，最終引發出呢場自2022年以來最大規模嘅動盪。目前哈梅內伊正處於極其被動嘅境地，如果匯率問題無法解決，單靠武力鎮壓可能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。未來幾日，伊朗正規軍嘅立場，將會決定伊朗政權生死嘅關鍵。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